大家有冇聽過女媧補天呢個超級古老但又勁精彩嘅神話？你以為得上帝會做人啦？錯晒啦！中國神話都有我哋自己嘅做人女神女媧娘娘。話說喺黃土高原有位靚到爆炸又仙氣十足嘅女神，佢名叫女媧。佢成日一個人喺山頭行下山，聽下風，望下鳥，靜中帶仙，優雅到不得了。但係外表風光之下，其實女媧內心有啲孤單。你諗下，鳥仔又伴飛，魚又群遊，就淨係得佢一個似人嘅孤零零咁喺度。咁有一日，女媧就心諗，不如我自己整啲人出嚟陪下我啦。話咁快，佢揾啲黃泥初客獵客，整咗啲細細隻嘅小人，而呢班泥人就係人類嘅祖先啊。女媧望住佢哋，笑住話：雖然你哋冇羽毛冇爪，但我俾你哋最勁嘅腦袋夠晒聰明。人類出世咗，世界本來好開心，但係快樂冇耐，麻煩你啦。有個天神共工打輸咗仗，一怒之下撞爛咗天柱，即係梧州山。跟住發生咩事啊？天冧地陷，天河泄水，洪水泛濫，黑龍出現，猛獸亂跑，啲人四圍走，一邊嗌一邊揾女媧幫手，救命啊！女媧娘娘。女媧見到啲子民咁慘，眼淚都流埋，唉，冇得諗，唯有補天啦。佢即刻 call 齊大家揾柴草、煉石頭，準備開始石膏補天計劃。但係煉石途中呢，火鳥又殺出嚟啦，火燒天又嚟多轉。冷靜冷靜，唔好亂，我有計。女媧唔單止對付火鳥，仲將佢哋馴服做助手，仲叫人剝咗黑龍鱗用嚟塞住天上啲窿，大家一齊喺度傳龍鱗傳龍鱗。窿補好咗，但係個天好似下墜緊啦。原來係梧州山冇咗，天冇之柱啊！呢時候呢，巨龜出場話：呢單嘢交俾我啦，4條長腳獻出嚟撐住四方天地。巨龜仲話：放心，我會長翻啲新腳，雖然短咗啲，但係我唔介意。大家感動到爆燈，龜哥我哋 respect 你。天雖然撐起咗，但係仲漏水。女媧嘆氣話：啲裂縫仲未補好啊！佢靈光一閃，用龍骨煉石啦，快啲搞掂佢！全體人類全力開工，一齊測晒啲天上漏洞啦。終於晴空再現，彩霞滿天。補完個天之後，大家抬頭望住天空，心入邊都係諗女媧娘娘去咗邊呢？呢時有個小朋友靜靜地指住天邊話：你睇嗰片彩霞就係女媧娘娘嚟㗎。冇錯，佢已經同天地融合，變成咗自然嘅一部分，繼續默默守護住人類。從此之後，女媧做人同補天嘅傳說一代代流傳落去，華夏子孫都深深記住呢位充滿智慧同慈悲嘅女神，尊稱佢為人類始祖女媧娘娘。